Hello， 大家好，各位嘉賓、各位表演嘅團體、各位嚟到維園嘅市民，咁多位午安，聽下啲掌聲先。好開心啊！你哋嘅聲音啊，歡迎大家嚟到咧，由呢一個嘅社會福利署轄下康復服務市場顧問辦事處管理嘅 Let Them Shine 商標啟動儀式。我係今日嘅主持 Amanda 霍彩玲，見到大家咧晨早嘅時間裏邊咧精神奕奕，好開心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咧，我哋嚟緊一陣間嘅唔同嘅活動㗎噃。咁當然啦，頭先一路落嚟嘅時間裏邊咧，聽到真係好好聽嘅歌係咪 ？Let Them Shine 呢一個咧十分之重要嘅，希望我哋公眾嘅朋友咧了解咗究竟咧其實我哋做緊啲乜嘢咧。同埋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咧，我哋嘅殘疾城市啦，同埋唔同嘅朋友㗎噃。當然啦，其實社會福利署同埋康復機構咧，積極為呢個殘疾人士咧提供唔同嘅康復服務㗎，協助佢哋咧發揮潛能，自力更生。當中裏邊最重要就係融入呢個社會。咁多年嚟咧，我哋嘅社署轄下嘅康復嘅市場顧問辦事處啦，透過唔同類型嘅活動啦，使到工商界裏邊咧更加認知同埋認同咧我哋殘疾人士嘅工作能力，從而咧協助呢個殘疾人士增加佢哋工作機會，從而提升佢哋嘅自信啦，同埋佢哋嘅技能㗎噃。當然，為咗推廣我哋殘疾人士嘅工作能力啦，我哋辦事處建立咗呢個創業軒嘅品牌，咁啊聯同35間康復嘅機構，轄下160多間嘅職業康復單位，包括庇護工場、輔助嘅就業單位、綜合嘅職業康復中心同埋綜合嘅職業訓練中心等等啦。透過呢一個創業展才能嘅計劃啦，支持成立社會企業創業軒嘅小企啦，共同咁樣幫過萬名咧呢個殘疾人士咧就係加盟咗呢個創業嘅聯盟嘅喎，咁啊當然啦，好多朋友咧都好清楚見到我哋後邊個 backdrop 呢度咧咁大個嘅創業軒嘅 logo 咧，我相信大家都會認住噶啦。咁當然近年更加積極啦，去推出 Let Them Shine 嘅系列嘅產品同埋服務，包括咗 T-shirt 啦、曲奇啦、我哋嘅藝廊啦、商業服務同埋支援計劃等等，唔知在座朋友有冇享受過啦？咁啊等到我哋工商各界咧更加認識殘疾人士嘅創意咧同埋佢哋工作能力㗎，從而將 Let Them Shine 嘅信息咧推廣到世界各地咧，甚至乎咧我哋社會每個角落㗎噃，為殘疾人士增加更加多嘅工作機會嘅。咁上個月咧，我哋成功將 Let Them Shine 嘅 logo 咧，咁啊註冊成為呢個商標，希望將呢個 Let Them Shine 嘅發展成為香港出色嘅品牌啦。故此，我哋喺呢一個工展會裏邊呢，一個推廣啦香港品牌嘅大型活動裏邊呢，做一個簡單又隆重嘅品牌嘅啟動儀式嘅。而今日好慶幸咧，我哋好開心請到咧我哋嘅3位嘅主禮嘉賓嚟到舞台上邊㗎。咁包括就係我哋嘅社會福利署助理處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嘅袁鄺秀儀女士，俾啲掌聲好嘛？社會福利署促進殘疾人士就業諮詢委員會主席何兆章先生，同埋 Let Them Shine 星光大使黃子軒先生，俾啲掌聲3位好冇？有請3位上台。其實 Let Them Shine 創業軒嘅嘢嘅產品嘅服務有幾好，其實我哋都知嘅。但係咧有呢個商標咧，就我希望可以更多人嘅人係可以認識到啦，同埋支持。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嘅，係啊。咁啊，不如請阿何生又分享下。我覺得創業軒呢個品牌咧，可以成功地幫我哋嗰啲社福機構啊、社會企業咧，加強佢哋喺社會上嘅知名度，令到佢哋嘅產品更加暢銷，殘疾人士同埋服務機構咧更加有信心，可以令到殘疾人士咧可以能人所不能。好啦，袁鄺秀儀女士。好似剛才提啦，創業軒其中一個口號咧就係能人所不能，即係話殘疾人士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嗰個能力，所以呢一個品牌嘅時候咧，都希望大家俾一個非常之有信心嘅一個認同佢哋，我哋嘅殘疾人士 ，they can，yes they can。咁當然啦，咁其實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就係 Let Them Shine 嘅註冊商標咧，象徵住一個發放正能量啦，咁啊充滿住活力嘅人嘅噃，亦都代表住咧我哋殘疾人士咧呢一個堅毅不屈啦，克服困難嘅意志，真正能夠做到，正如咧頭先呢個我哋嘅袁鄺秀儀女士所講嘅，能人所不能。希望呢 Let Them Shine 嘅商標能夠將我哋嘅全香港嘅市民咧了解到我哋殘疾人士工作能力啦，同埋無窮嘅創意嘅噃。當然啦，見到我哋3位嘅嘉賓已經準備好啦，喺我哋呢一個嘅啟動儀裏邊呢，拎住咗呢一個嘅絲帶啦。咁我哋全場朋友一齊數3聲好唔好啊？咁樣我哋就會進行呢一個啟動儀式噶啦。準備好啦噃，我哋一齊嗌好冇？1、2、
Let's Them Shine， 大力啲支持，大力啲嘅鼓勵，哇！我哋 Let's Them Shine 嘅商標正式投入市場。一段。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來。有恩典開遍面前，紅桂中面回暖，前面會有什麼樂園？靠人沿途發現，只需要相信它不遠。彼此看着變高，世間旅途，我們曾以心聲跳舞，如此關係陽光景影，日後未必找得到，過去攀近千里路，我們還有很多理數，我的大無聲守護，分享每段路的氣象愛。開支多，屋租加，買菜貴，仲要爭貴奶粉。打工仔的士佬就是賴，怕通脹怕運滯。其實成日嘅節目當中裏邊，你見到唔同嘅單位嘅朋友啦，好用心機舞台上面表演，我都好感動嘅。正正咧就係貫徹咗我哋一句嘅信念咧，只要相信有毅力咧，凡事都可以成真嘅。我相信舞台上面咁多位表演咧，大家都感受得到，係咪？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咧可以透過今日嘅活動啦，俾大家更加了解咧，同埋認識到殘疾人士佢哋嘅能力咧，同埋才華嘅。最重要就係大家咧可以俾更加多嘅工作機會俾佢哋，可以咧建構一個咧相見共融嘅和諧社會嘅。雖然咧今日我哋呢一個嘅啟動儀式咧已經接近尾聲啦，當然啦，如果想了解更多，又或者咧，哎呀我可能咧呢個 shopping 時間唔夠，我唔係間間睇到，唔緊要嘅，可以去到佢哋網址嘅噃，就 www.mcor.org.hk 咧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噶啦。喺呢度祝大家咧有呢一個愉快下午，同埋咧嚟緊開心嘅聖誕好嘛？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